北雨，害我袂闪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地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不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奈无去，嘿，真好势。快去互伊倒，快去！悟空，我甲你讲哦，你4个我乖乖留等遮，等阮师傅回来，再来处置你。哼！老师啊，开门啊！这真惨啊，真惨啊！你若是迄个灌注倒转来哦，咱每一个人有10条性命拢无够死啦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家都完蛋了！哎呦，恁吼拢免惊啦，来，闪！哦，大叔兄，你有够厉害，你比家囝哦更较巧呢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是个啦。我吼，这天代志是后顶的任务，用这小小的门锁，就想要将我关起来。嘿嘿，较早困哦，较有名。对啦，师傅啊，行啊，起来选。恁走恁家己走，认真要留落来。哈，师傅，你有啥物歹走？是啊，师傅啊，是安怎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就敢担当。既然若做唔到代志，就爱面对现实，接受处罚，免会用个刀片偷走咧。师傅，师傅啊，安尼讲敢对？迄偷食人参果的是大师兄，啊拍倒人参果树的，迄嘛是大师兄。所有的歹代志哦，拢是大师兄所做的呀。若是讲要处罚哦，应该是大师兄留出来去互处罚。啊，甲咱三个哪有啥物关系啊？八戒啊，人伫遐讲，同行不如同命。咱师徒4个人吼，既然是斗阵来，本地就爱做伙承担所有好歹代志啊。嘿，师傅啊，若是安尼吼，恁这团我无爱参加啦，我要来去参加恁军团。你甲我讲诶，死肥猪对我讲啥？我是咧讲台湾话呢，你听无哦？大叔啊，卖你啦，啊，咱毋是讲好势来哦，咱要陪师傅去西方取经啊，啊，哪会使讲即马发铁鼓就铁鼓啦？当初我是叫逼的呢，我想咱袂用发铁鼓。歹势吼，老三个，我即马吼要甲恁切，我要来转去我的地沟区做我的山地哦。卖你啦，老三啊，伊要走就做伊去走啦。
嘿，等下哦，迄个牛片来倒转来，咱就将偷食人参果甲拍倒人参果树的代志杀去遐，嘿，互迄牛皮的去猪骨库找去算账，安尼咱唔就无代志啊。有理哦。嘿，使走啊？懂的，大叔呀，我真正要离开啦，我是跟你讲声笑的啦吼。你哦，批咧上啊啦你。清风明啊，为师无伫的时阵，三总法师敢有来过？师傅，有啦。哦，那安尼，恁敢有遵照为师的意思，满脸经过交代伊来？师傅，有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啊，毋过安怎？这都应该死啊！师傅啊，人参果树哦，已经死啊啦！是啊。清风明啊，恁两个是安怎过的？哪会搁甲人参果树变甲安尼咧？师傅，这拢是东山庄师徒四个惹出来的啦。你来听啦，好呀。师傅，这位就是东山庄，后壁就是伊的徒弟孙悟空伫北界沙精。这位道长应该是关主吼，并称东山庄阿弥陀佛。东山庄，你要乾隆西方处境，经过本馆，本山人是好意，才会派徒弟满人参果来招待你。想袂到你这样天信你的徒弟，把我的人参果树拍倒，害我所有的人参果拢走散去。你讲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罪过罪过，阿弥陀佛。喂，牛皮的，偷食人参果的毋是阮师傅，拍倒人参果树的是我。这件代志甲阮师傅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你若是要算账，找我就好，莫牵拖阮师傅啦。悟空，阿弥陀佛，关主，三本犯法，罪责主罪，并且愿意接受关主任何处罚，请你唔通为难因啊。东山庄，你除了会晓念经以外，啥物拢袂晓。本山人才便当甲你计较。也毋过，我要爱你这的徒弟，互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牛皮的，你莫多拗戏拖病哦。好，你到底是要我安怎做，你才会满意啦。阿三哩，一句话，你莫多啰里啰嗦讲一大堆，害阮几个亲像咧看毛玻璃。啥物意思？不飒飒啦。对，你要说清楚、讲明白哦。真好，真好。其实要本山人满意嘛，真简单，只要恁想办法，把我人参果树救活，遐走散去的人参果拢找倒转来，安尼本山人就原谅你。哈，要将迄人参果树救我，佮还将迄老婆的人参果全部拢找倒转来哦。无毋对。嘿，你安尼嘛太为难了吧？若是讲要将迄老婆的人参果全部拢找倒转来，安尼我阁有法度。若是讲要将迄栽死个树啊救我，迄哪有可能啊？无可能，你嘛爱甲我逼到有可能。也阁有，我迄人参果是啥物人偷食去，马上甲我吐出来，而且是一块一块倒好好还我。哎，我听你放臭屁！人参果拢食落去巴肚内面啊，哪有可能吐出来？一块一块挂倒好咧？悟空，无影无礼貌。哎，师傅啊，伊这种人哦，你愈甲尊重吼，伊就愈摇摆啦。呀，卖出来！哼！嘿，连恁师傅拢唔敢甲我阻挡，啊，恁娘是安怎？快来上来哟！哈！阿狗，你莫想讲你武功盖世神通广大，本山人都无你的法度。假使这件代志，你若无互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都甲这件代志禀告互如来佛祖听。到时阵，恐惊的这世人，连许多世的人，永远行袂到西方。哼！你去打小报告啊，你去摆道啊，你去报备啊，不怕虎啊！阮代信哦，无咧甲你信道啦。师傅惊，有代志我负责。悟空，咱袂安尼做。师傅啊，行啦！走，走，拜拜。发教啊，发教！悟空，你哪安尼乱来咧？乱来，师傅啊，我哪有乱来啦？咱是去共赔罪，代志了还袂讲清楚，就做咱走，安尼代志是要安怎解决咧？
师傅啊，反正哦，真元主啊拍袂赢我啊，咱只要卖差伊，我都唔相信伊敢来找咱啦。安尼代志唔就解决啦？你哦，你就是靠说你功夫好，就安尼学白来啦。师傅啊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来去五城关甲关主吼，将代志说清楚、讲明白啦。师傅啊，敢讲你真正搁要去遐，互迄个孤僻的糟蹋哦？我甘愿去互伊糟蹋吼，嘛无要亲像你安尼啦，袂输敢若流氓共款，遮尔鸭吧。啥？好，你讲我袂输流氓共款哦？师傅啊，我咧保护你咧，我是要互你用白欺负呢。我才无需要像你这种流氓来保护啦。好，你哦，真正是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啊！我保护你，你讲我是流氓，你讲我是流氓，你讲我……大孙啊，伊是咱师傅呢，你哪使对伊安尼啦？对啊。师傅，像这样卡笑，我看做头壳差不多咧。毛毛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叫你莫去就莫去哦，若无我就将你的脚讲断啊！啊！就算你将我的脚讲好断吼，我慢慢爬嘛是要爬去。好，你当作我讲的是放屁哦！你这毛毛，大孙啊，哪会啦？有话好好讲，有话好好讲啊！你讲话，我等下出来来破产话哦。哎呦，少年诶，迄唔通冤过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少年诶，火气这么大，来，啉一杯啊茶降火气啦！来，一人一杯。好，多谢，多谢。来。多谢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嘿哦，世间无人会使啊咧拍师会啦。来，阿婆啊吼，这顶帽啊吼送你啦。啊以后吼，你都爱乖乖呢，吼。是妹弟，老三，你看这顶帽有水无？水哦，水哦，你看嘛。阿师傅啊，迄教徒弟吼爱有撇步啦。啊？什么撇步啊？伊若无听话的时阵吼，你就甲细念啦。迄只破狗吼，就乖乖听你的话啊啦。念安就有效。若无我试看卖。南无。啊？阿婆哎。南无。啊？阿婆哎，来，无去。叔啊，大孙啊，来啦！师傅啊，卖讲念啊！孙啊，师傅啊！好啊师傅啊，你拄仔念的是啥物啊？为什么我头遮尔啊痛哈？恁师傅念的这吼叫做紧箍咒，都专门对付你这种吼无大无细的囡仔。观音婆啊，你甲我弟弟是啥物话讲哈？无空，我甲你定是金箍。辛苦，你骗我弟弟要创啥啊？无空，以后你也搁对三宗无礼，这就是恁师父对付你的法宝。你哦，好大卖走啦！好，竟然敢设计我，我赔上啊你！师傅师傅，卖给我念啊，师傅只要你莫搁再对观音菩萨无礼，我就袂搁再念咒语啦。好啊，我袂叫再找算账就是啊啦。我是你的师父，以后你要乖乖听我的话无？好啦，以后我一定会听师傅的话啦。那安尼好，即马乖乖甲为师转去甲关主赔罪。
冤孽，冤孽，真正是冤孽。今晚观音菩萨，大师，你大驾光临，唔知有啥物指示？今晚大仙，本座是专工来替你医治人心过去。请息来，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，大师果然是法流救命。大师，你竟然会当甲我人参果树救活去，安尼是不是会当麻烦大师，搁甲我走散去的人参果拢找倒转来咧？今晚大仙，该灵欢喜会灵。欢迎大师，大师，师傅，啥物代志？孙某讲因搁倒转来啊？该灵欢喜会灵。师傅啊，人参果我也无食到啊，是安那要叫我一块一块吐出来用用的？喂，你点点啦？师傅叫你安怎你就安怎，你管这要创啥啊？大师兄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哦，我无食人参果，你嘛有看到啊？你安尼讲安尼无意思哦。三藏法师，馆主，阮今日是专工为着人参果的代志来甲你请罪啊。三藏法师，其实讲起来，这件代志嘛袂用全部怪你，你都唔免这样客气啊。馆主，安尼你的意思是要原谅我还是？只要你会当甲我斗3工，甲遐走散去的人参果找倒转来，咱的代志就安尼遵主线。安尼哦才有像一句人话。好。秦风，师傅，讲起来这件代志，你嘛爱负一部分的责任。所以为师会想要派你准备着玉盘，帮助孙悟空3个人，甲走散去的人参果总甲我找倒转来。是。哥，你好，人参果，小朋友，小宝贝，出来给猪哥哥咬一口。李生啊，李生，好，你乖囡仔真有笑。到道你才知，迄找人参果，我的经验是最丰富咧。若是要找失踪儿童哦，找我都无唔对啊啦。对。人参果，小宝贝。啊！我想到啦，李生啊，迄一天半暝啊，咱伫咧道观哦，咱咧困咧所在外口遐，你嘛是像即马安尼，人参果，紧哦，紧啊，我家一喙啊哦，你就是咧找人参果啊。好，点啦，无人会讲你是一个。小牛皮啊，你安尼遮招者遐招者，你是咧招什么碗糕啊？但你是捌啥？人参果是会千变万化的呢。你若要用这个玉盘照出你的原形哦，就准讲伊变做一个菜头，放在你的面头前，但你嘛看袂出来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恁师派恁甲阮斗阵出来找啦。拢嘛恁来的啦。若摆恁偷食人参果，今仔日我唔免对恁出来四界咧奔波。恁若安尼讲袂还车哈？甲你讲人参果毋是阮偷食呀，你听无哟？毋是恁遐有食？哦，啊无你是要安怎啊？无你是要安怎？主兄，卖你啦，大师兄，卖大只甲青龙道中弯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伊不管安怎讲，都是讲人参果是咱偷食的啦。啊，青龙道长啊，这你都误会啊。其实哦，偷食这个人参果的人哦，毋是阮大师兄啦，偷食的人就是你。
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放开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要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前方道长啊，这你都误会啊！其实哦，偷吃这个人参果的人哦，不是阮大孙仔啦，偷吃的人就是。大孙仔，青峰道长啊，大家吼出来遮久啊吼，找到安尼吼，腹肚嘛枵啊，火气吼难免嘛会大啦吼。头前有一根客栈啦，来，互我食，我请恁哦啉2杯啊，大家降一下火气吼。到底，这拖个了去啊！头家啊，你这么早就关店哦？阮是要来甲你交关的。哎呦，生意不爱做啊啦，你去找别间啊！对，生意不爱做哦。啊，你是趁伤济尊贵面来是不是？有生意要互你做，你煞不爱趁哦？唉，趁甲恁这细条，袂付气啦！你这么赶紧，是要去倒位啊？哎呦，你安尼甲我挡掉的吼，等下我若去上班哦，人参果去乌去啊，看你们安怎陪我。啊，人参果？是啊，这听讲哦，古庄县的人参果偷走落山呢，走喺伫阮这附近的山顶啊。即马哦，阮庄仔头庄仔尾的人拢嘛出动去山顶要挖人参果。哦，无怪啊，拄啊伫咧街仔头，一项拢无呢。原来是拢走去挖人参果。哦，迄是当然的咯。嘿，即马吼，人参果的行情价已经看到一粒1万两啊呢。我若是当挖到一粒哦，开下伫遮开店一世啦。嘿嘿嘿。歹势，无闲去讲啊，我要来好报。到底，一粒1万两，一粒1万两，一粒1万两。喂，二孙仔，啊你是要对啦？俺就小等来讲哎。好，啊这只猪公吼，想袂到今仔日佫遮尔骨力，佫会走第一呢。既然有人伫附近的山顶发现人参果，那安尼我想人参果应该就秘在这附近。行，咱马上去倒脑嘞，看一看就知道。好，行。啊娘喂，遮侪人咧学人参果哈。因安尼学哪有路用？人参果凊彩变一项物件，主讲阮学着，因嘛毋知迄就是人参果。你看你摕这药盘吼，就看咩啊？看这人参果变做啥物蚵仔番薯啊？啊，菜头。哇，互人看到啊！人参果是啥？哎呦呀！
恁死的人已经出去找遐尼济工啊，才找到一粒人参果尔。找到一粒已经袂歹啊！若是你搞，你家不要去找啊？哈？悟空，关主啊，因已经真骨力咧找啊，无你搁顾互因一点仔时间慢慢啊找啊。三藏法师啊，并不是本山人要变，实在是无赶紧把这个人参果找到转来，时间若是拖久，因就会幻化变作汉奸囡仔，到时阵茫茫人海，要甲因找到，搁更加困难啦。哦。来哦，摕人参果来买哦，介绍你开，我就甲你买哦，来买人参果哦。书中文房。摕人参果来买哦，介绍你开，我就甲你买哦，赶紧的哦，摕人参果来买哦。老三，有人在买人参果咧，去问看卖啊。来哦。小朋友，你在买人参果哦？系啊，阿舅，你有人参果要买哦？当然有咯吼，迄若介绍讲会好吼，我摕几粒卖你嘛是会用的啊。好啊，真是的哦，你有人参果哦，好，介绍你开，我就甲你买，嘿嘿。啊，莫臭干啦！迄即马人参果的行情哦，迄是涨停板呢。咱一个囡仔人哪有一通好买？当然有啊，唔相信？你看。哇，几万宝咧！嘿，今日无人参果通好买啊，免惊有无钱哦，甲你买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我即马来去拼人参果，我来买你。老三，去。大叔兄，发财机会来，发财机会来咧！哎呦，死袂滴啊！你是真当搁咧上来哟？哦，大叔兄，你看，有人哦，迄搬规箱的几万宝哦，要来买人参果咧。咱若是找到人参果哦，只个卖几粒，安尼哦，就免烦恼去西方无所谓啊呢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人参果是阮五城关的宝物呢，哪会使互你摕去卖啊？啊，你嘛莫遐无聊，啊，人参果遐尔济，几粒哪有要紧啊？你，上队长，参详者。啊，大家哦，拢是好朋友啦。你讲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到时哦，人参果若是卖几粒出去哦，好康的，一定会算你一份好。我才唔敢妄想咧。阿舅，你到底是有人参果要买无？小朋友，啊，你买人参果是要创啥？嘿嘿，不告诉你，你若要知影什么原因哦，摕人参果来买，我就告诉你啦。啊？老实囡仔，你真皮哦。但你即摆是咧看啥？你若搁袂看，我就 K 你哦。哎呦，你讲话真臭屁哦！知影就好，知影就好啦。你若无人参果要买哦，你甲摔到边仔的啦，莫让我咧做生意哦。来哦，摕人参果来买哦。我看这个囡仔有怪怪哦，伊毋是普通的囡仔。哦，大圣爷，你的意思是？伊的身躯有妖气啊！我怀疑伊可能是人参果病。真实的？大圣爷，伊毋是人参果变的啦，伊是真正的囡仔啦。奇怪伊身躯顶明明都有妖气啊！妖气？大叔兄，伊身躯哦无妖气啦，我闻到拢钱的味，迄是钱气啦。哎呦，奇怪，你的身躯顶明明有妖气啊！但你即摆是咧看啥？你莫倒看这看。你唔听你看到这咯，把手去互拖落汤。老实囡仔，你莫想假笑，你本大仙的面头前，你好好照实甲我讲出来，你是倒是山倒一栋的妖怪？若无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大叔兄，莫激动啦，莫甲囡仔惊着啦，啊无囡仔等来哭吼，我里面怎落啦？我使确定哦，伊绝对毋是普通的囡仔。大圣爷，啊毋过我的玉盘招出来。哎，我绝对袂看唔着呀，可能就是你的玉盘歹去啊啦。干嘛呢？哎呀，我不管遐济啊，我先甲伊带倒转去哦，互恁师傅看卖啊就知影啦。你想要创啥？你看有钱，你想要甲我绑票？啊好啊，你这搞死囡仔，你上高变鬼变怪，我今日若无好好甲你教训一下，我看你是袂乖乖对我倒转去。大叔兄，
水啊，这大路大头，啊你甲这个囡仔带出来红家，风看到会用笑啦。啊，无要安怎？回去吼，咱用软的，用怪改怪啊。对不起，爸爸啊，用怪吼，我一定会教翻好吼。小朋友，阮家吼有足侪人参果要卖咧，你甲我转去看货色，好无？好啊，我对你讲去。啊，毋过，嘿嘿，这收金元宝，啊你搬哦。无问题，搬钱哦，我最爱。对不起。那你即摆是咧看啥啦？若有人参果，就计摕出来卖啦。我才无时间咯，等下互你看古董。关主啊，伊唔是人参果变的。这哪有可能啊？伊身躯吼，明明都有妖气。喂，你啥物来历？你住倒位？你是叫啥名哈？你啥物来历？你住倒位？你是叫啥名哈？空，茫惊着囡仔。这个啊，你毋是有甲我讲过，这有咧卖零食，还是伫咧倒面啊？这吼，你讲啥无？你来我读啊！恁大人骗囡仔，免见笑啦！你真长手哦。悟空，小朋友啊，你是买人参果要创啥？我是听人讲哦，食了人参果了后，就当终身不老啊。我是想讲哦，我若买回去，互我的第二干妈咪食，安尼哦，以后就当终身不老，永远就袂死啊嘛。小朋友啊，你真有孝心，也毋过人参果是身家的宝物，袂用咧卖互你啊。不过你还是赶紧转去啦，啊！对，小朋友，你若真正想要食这个人参果呢，你也跟阮师傅安尼剃头做和尚，以后变做一个高僧，无定定吼，就有人亲像关注这款人，请你食人参果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哦。哟。你毋是有足侪人参果，一粒袂好我好无啦？囡仔，其实这粒人参果是无细腻才放进去的。阮大家已经找真久，真无简单，才甲伊找倒转来，哪有可能佫甲伊卖互你呢？既然找到一粒人参果，那呢，其他也最好找啊。哦，囡仔，你敢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其他的人参果拢找倒转来？当然有啊，其实人参果甲我同款是囡仔嘛，囡仔招囡仔上介好招啊。恁只要用这粒找倒转来的人参果去招其他的人参果，那安尼啊，走去的人参果真紧就会转来啊。对啊，我乃无去想到这个办法，正好赶紧识大，甲其他所有的人参果拢招倒转来。是。人参果，马上施展你的法力，甲其他的人参果拢招倒转来。大家快紧倒来哦，快紧倒来哦！嘿，紧，赶紧到三江水，紧嘞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要喝什么哦？小朋友，去球！小朋友，出来！小朋友，要喝什么？紧点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加玩具哦！大家进来吃棒棒糖哦，进来哦！别等了，你小鬼！来，猛进进来！哦，人参果各归本位，去。
加在即届有恁大家甲我斗相共，本山人是万分的感谢。阿弥陀佛，这是阮应该要做的代志，关主唔免客气啊。无啦，圣经，你千万唔安尼讲。若是无恁甲我斗相共，我遐人参果嘛无法度找倒转来啊。关主，你若是要说多谢，应该甲这位小朋友说谢才对啊。是想出来好办法，咱才我都顺利将所有的人参果拢找回来。对，真感谢，真感谢。关主，你若要甲我说多谢，你就卖我一粒人参果，安尼就会使。袂用之。经过这件代志，本山人以后绝对唔敢搁再买人参果来食。而且，本山人嘛已经决定要用天罗地网，甲遐人参果甲围起，互因会当伫内底安心啊修行，每一个拢会当得到正果。安尼好，那安尼吼，以后人参果就免烦恼，搁互摕去食咯。关主啊，时间无走了，平生过时。圣经，你要有任务在身，本山人嘛唔敢搁再留你啊。请。我去因兜佚佗，你对伊遮歹要创啥？师傅，你莫叫伊骗去啦，伊毋是普通的囡仔呢，伊是福业人的囝啦。师傅啊，咱吼应该去因兜行一转才对啦。为什么？师傅啊，你看，伊早迄规箱的金元宝要出来买人参果呢。咱若是无送伊倒转去吼，万不伊伫半路去拄着歹人，家无在害面，安尼咱的罪过就真轻毛。别人甲伊无在害面，伊莫甲无在害面就袂歹啊啦。大叔啊，你哦，好啊，恁两个莫搁踮遮争论啊。小朋友，既然恁兜住伫遮附近，安尼阮就送你转去。不过平常袂用留踮恁兜佚佗。好啦，好无你先送我转去啦。安尼嘛好，行。高囡仔，你行路行遮尔，脚一定会酸着无？来，我甲你挨吼。多谢阿姐。高时囡仔，我甲你挨，看你阁会使变啥物人。安尼就对啦，对囡仔爱较客气，较关心一下。师傅，我知影啦，我会好好甲伊照顾。嘿，高囡仔，行咯。师傅啊，等我一下啦。二孙啊，你唔通要饲地是呢？我甘愿哦，捡饲地是，我嘛不爱行路行到忝死。对不起。哎呦，嘿，安怎有爽无？还好啦。还好，哦，就甜。阿姐，你唔想讲要甲我好好照顾，你来甲我下落来啦。莫甲来这套，讲你到底是啥物妖怪？你想康想胖要怪阮叔去恁兜创啥？你到底有啥物企图？我，是无情的
伤害。